各位莲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看一看中国明朝的例子。大家都知道，明朝有一位儒学大师，很著名的理学家，他叫做王阳明啊。这位王先生的学问、道德都受到了世人的敬仰。当王先生50岁的那一年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到江苏镇江的金山寺游览，结果到寺院里头一看，怎么这个寺院这样熟悉呢？好像以前就住在这里一样的。于是他就跟着寺院里的出家师父一起到处走走看看，结果来到一个官房的前面，官房门窗都紧闭着，上面还贴着封条。王先生一看到这个官房呢，就觉得好像以前曾经在这里住过啊，好像这里就是他以前住的房间。于是就哀求出家人能够帮忙打开这个门来看看。出家人说：不行，王先生啊，我们这个寺院里头哪个地方都可以去，就是这个官房呢，我们不能让你进去哦。因为这个官房里面呢，在50年前，我们寺院里面的老和尚在这里面圆寂啦，就是在这里往生离开的了。他的真身还保存在这里面哦，肉身没有坏啊。为了保存它，我们不能够让外人进入啊。王阳明先生非常好奇，就一再哀求出家人帮忙，让他进去看一看，他就走了。因为王先生当时是大家非常敬重的一位高人，所以出家人最后不得不答应了，就把这个门打开了。打开进去一看，真的看到一位老和尚在蒲团上面盘腿而坐。虽然已经走了50年哦，但是看到他的面色还是非常好。王先生看到这位老和尚的脸，这个脸怎么这么熟悉呢？似曾相识啊！回头一看，就看到墙上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就是那个老和尚50年前圆寂之前在墙上写的诗啊。上面讲了50年后王阳明啊，开门犹是闭门人，金陵气候还归复啊，实信禅门不坏身。你看看这位老和尚，原来已经预知未来了。这个王先生是谁啊？就是这个老和尚转世而来的呀。你看老和尚在墙上题的这一首诗，就是预言嘛。预言50年之后，我就叫王阳明。你看，把名字都写出来。开门的这位王阳明，就是50年前在这里闭关的老和尚。开门犹是闭门人呢，老和尚就是用这个来证明，金灵就是灵魂，灵魂去了以后还会再回来啊。我们佛教里头有这样的功夫的人，这个身体还保持着真身不坏，等50年后那个人再回来找他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根据历史的记载，我们看到这位老和尚的功夫啊，实在是了不起哦。他能够预知未来，很可惜他一转世轮回就做了王阳明，都把前身给忘掉了。他为什么会忘掉？就是在投胎出生种种的痛苦折磨，往往会把他前身的记忆都给磨掉了。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菩萨都有隔阴之谜啊，哪怕是做菩萨，你看他隔了一世都迷掉了，都忘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老和尚以前修行的功夫也就中断了，就很可惜了。所以在佛教里面特别提到，要我们大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能够这一生了脱生死轮回，这样就可以永远不迷了。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这个老和尚的功夫了得，太让我们赞叹，我们敬佩。但是他当时没有发愿往生西方，这就是他唯一遗憾可惜的地方。所以啊，尤其这种末法年代，靠智力没有把握，你能够去哪里都明明白白，这个当然我们赞叹。如果你做不到，应该要仰仗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，依靠这个名号称念阿弥陀佛，就是100%千文万当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念佛，发愿往生西方，把轮回痛苦彻底的斩断。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，好好的念佛。阿弥陀佛。